再度支持 Albert Au 嚟緊呢會有佢嘅70大壽大型演唱會喺5月份做嘅。我做佢嘅好朋友，點可以唔為佢打 call 呢？ Albert 係一個好好人，佢唱歌唱咗50年，做 DJ 做咗48年。我喺呢度預祝 Albert Au 70週年大型演唱會圓滿成功。